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今日咧我哋睇利未記第18章。今天我們看利未記第18章。咁我哋睇利未記第18章咧，其實佢係一個18、19、20咧係一個單元。我們看利未記第18、19、20，它是一個單元。如果你細心留意咧，18章同20章咧都係講不倫嘅性關係嘅。如果你注意看18到跟20章，它都是講一個不倫的性關係。今日咧講嘅性關係咧係指出有咩性關係咧係不倫嘅。今天就指出有哪些性關係是不倫的。20章咧佢側重咧呢啲不倫嘅性關係嘅後果係啲乜嘢？20就講到這些不倫的性關係，它的後果是什麼？而咧喺即係呢兩章講性關係嘅中間，即係第19章。這兩章講性關係的中間是第19章。第19章咧係整個神聖法典咧嘅核心嚟嘅。第19章是整個神聖法典的核心來的。神聖法典咧就係由第17章咧去到第26章。神聖法典就是到17章到26章。呢個神聖法典咧係寫俾祭司同埋整個嘅以色列人民嘅。這個整個神聖法典是寫給祭司跟整個以色列人的。佢講嘅咧係道德上嘅不潔淨。他講嘅是道德上的不潔淨。就唔同咧利未記嘅前半段咧，就係第1章咧去到第15章啊。它就跟前面的第一大段就1章到15章不太一樣。1至16章。1到16章是不一樣。1至16章咧，佢注重咧係寫俾祭司嘅。1到16章只是着重寫給祭司的。喺祭司群體同埋聖所咧，點樣守住呢個嘅聖潔？就是在祭司群體跟這聖所怎麼守住這些規矩。所以佢係講緊咧禮儀上嘅潔淨。所以他講嘅是禮儀上的潔淨。第17章開始咧就係講我哋生活上道德嘅潔淨。17到26章，他講嘅是我們道德上嘅潔淨。而咧我哋要明白性關係上嘅聖潔。而且他講到的是性關係上的聖潔，我哋必須咧去睇19章嘅第2節。我們必須看19章的第2節。我哋不如一齊我讀俾大家聽，睇19章第2節。我讀給大家聽第19章的第2節。你曉論以色列全會眾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他說：你曉諭以色列人全會眾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他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呢一個咧係整個道德聖潔神聖法典咧嘅核心思想。這是一個神聖法典的一個核心思想。點解我哋要放棄人嘅自由呢？為什麼我要放棄人的自由呢？我有性慾，點解我唔可以隨便咁發泄呢？我有性慾，為什麼我不能隨便發泄呢？我見到有貧窮人，點解我一定要去幫助佢呢？我有看到貧窮人，但是為什麼我一定要幫助他呢？點解咧我要放棄我人生嘅自由？為什麼我要放棄我人生的自由？我哋要跟住你呢啲嘅律例典章去做呢？我要跟着這些律例典章去做呢？因為你呢個係神聖對子民嘅要求，因為這個是對子民的要求。喺當我哋要記住咧，呢個律法頒布嘅場景咧，係喺出埃及嘅場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律法頒布嘅場景是一個出埃及嘅場景。呢個咧並唔係得地為業入咗迦南地嘅場景。這不是得地為業進了迦南地嘅場景，而係咧摩西咧喺西奈山上邊咧繼續咧去聽到神咧同佢去講。而是摩西在西奈山上聽到神這樣對他說。一開始咧喺頒布十誡之前，一開始在頒布十誡之前，耶和華咧同摩西同埋整個以色列民族去講。因為神就對摩西跟整個以色列的整個會眾說：你要聽從我嘅話，遵守我嘅約。你要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喺萬民中作屬我嘅子民。就在萬民中做屬我的子民。亦都咧係屬我嘅珍寶啦。也就是屬我的珍寶。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做聖潔的國民。呢個西乃山之約嘅婚姻啦。這個西乃山之約，這個婚姻就係耶和華咧從埃及地咧領佢哋出來，就是耶和華從埃及地把他們領出來。一班咧冇身份嘅奴隸，一般沒有身份的奴隸，命賤嘅，命賤的。佢哋咧唔係珍貴嘅子民嚟嘅。他們不是珍貴的子民。但係西乃山咧，耶和華同佢立約。但是在西乃山上，耶和華與他們立約。你作屬我嘅寶藏，你做屬我的寶藏，並且你歸我成為祭司嘅國度，聖潔嘅國民，並歸我做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因為咧我係神聖嘅耶和華。因為我是神性的耶和華。如果個總統係神聖嘅話咧，如果總統是神性的話，呢個政府係神聖嘅話咧如，果這個政府是神性的話，佢整個國人民咧都要跟住呢個政府咧去神聖。他整個國、整個人民都是神聖的。所以咧，如果耶和華咧係呢個國度嘅神，如果耶和華是這個國度的神，因此咧佢整個嘅民族咧都係要聖潔嘅。而他整個民族就是要是聖潔的。而利未記呢個即係呢一部分啦，講道德上嘅聖潔咧，就係幫助人如何變成聖潔啦。而利未記這個講到道德上嘅聖潔，就是講到人怎麼變得聖潔。你可以話呢啲條例咧，就係讓你咧成為神國嘅國民。而這些條例就是讓你們成為聖潔的國民。因此咧喺利未記19章第2節，因為在利未記的19章第2節，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喺第18章咧，總共出現咗5次。在18章總共出現了5次，係並且係縮寫嚟嘅。並且是縮寫來的。好似第2節咁樣，18章第2節嗰度講：你曉諭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他說在第18章第2節說：你曉諭以色列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就係19章2節嘅縮寫。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就是19章2節的一個縮寫。今日咧，我哋當我哋睇18章嘅時候，當我們看18章嘅時候，除咗講性關係啦，除了講性關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咧，點解我哋要跟住神嘅聖潔咧？更加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們要跟着神的聖潔呢？我哋要從呢啲聖嘅條例咧，更加認識我哋嘅神。我們要從這些聖潔條例更加明白我們的神。並且去到今日今天嘅教會，並且在今天的教會，點解我哋都要分別為聖？為什麼我們要分別為聖？我哋咧就去睇呢章嘅經文。我們就來看這章經文。我俾嘅題目佢係聖潔的國民，我給他的題目是聖潔的國民，要謹守神聖的婚姻。要謹守神聖的婚姻。聖潔的國民要謹守神聖的婚姻。聖潔的國民要謹守神聖的婚姻。今日咧總共可以分開4個段落，因為總共可以分開4個段落。首先1至到5節咧係整個聖潔或者性生活聖潔嘅基礎。1到5節是整個神聖性關係的一個生活。喺第2節嗰度講，你曉諭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裏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裏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惡俗行。他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裏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裏的人行為你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第4、5節講，你們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法，按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華。4、5節，你們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華。1至5章呢係聖潔嘅引言啦。1到5章是一個聖潔的引言。佢同呢一章嘅結尾咧24至到30章24至到30節咧係個總結。它跟24節到30節，它是一個總結。咁而中間咧就係一條一條嘅條例。而中間就是一條一條的條例。所以咧頭嗰5節啦，同尾嗰6節咧係有關係嘅。所以頭5節跟收尾的6節是有關係。好似漢堡包咁樣啦。就像漢堡包一樣。咁我哋首先睇咧1至到5節。我們首先看1到5節。呢個咧就係聖潔嘅基礎。這是聖潔的基礎。第2節嗰度講咧，我係聖潔嘅。因為我係聖潔嘅神，所以你哋都要聖潔。他說：我是聖潔的神，所以你們要聖潔。咁咩叫聖潔呢？那什麼是聖潔呢？第三節就去解釋。第3節就解釋，就係不可效法，就是不可效法。不可效，佢嗰度講到咧，以前你哋住埃及地嘅時候咧，嗰度人嘅行為你唔可以效法。就說以前住埃及地，那裡的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而喺將來咧，你要進入迦南地。嗰度嘅人嘅行為都唔可以效法，而將來你要進入迦南地，那裡的人的行為你也不可效法。咁對以色列人嚟講咧，從埃及到迦南咧已經係一個完整嘅 journey 嚟啦。對以色列來講，他從埃及到迦南，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嚟的。從被壓制咧，去到得到自由。
從被壓制到得自由，進入應許。進入應許。所以講緊係由始至終咧，你都要分別為聖。所以講到由始至終，你都要分別為聖。不可效法嘅意思咧，就唔可以似當地嘅文化。不可效法意思就是不可像當地的文化。你會好清楚啦，好用力咧畫一條界線。你要很清楚地畫出一條界線。我咧係外國人住喺你哋當中，我是外國人住在你們當中。雖然好多代咧住喺埃及地，雖然很多代都住在埃及地，或者我將要進入呢個迦南地嘅文化裏邊，或者是我要將進入這個迦南地的文化裡面，我咧係立志咧不可效法你哋嘅。我是立志不可效法你們。聖潔咧 kadosh 呢個字咧本身就係有分別出來嘅意思。聖潔 kadosh 這個字本身就有分別出來的意思。原來咧就係解咧，我哋立志咧要唔跟從呢個世界。就是我們立志不跟從這個世界。無論咧呢啲文化有幾多嘅好處都好啦，我哋都不可效法。無論這些文化有多少好處都好，我們都不可效法。第三節嗰度講咧，咩係唔做得嘅？第三節就說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第四節咧，就講你要做啲乜嘢。而第四節就說你們要做什麼。第四節咧有3個動詞。第四節有3個動詞，就係要遵、要守同埋而行啦，要行。就是說要遵、要守、要行。我哋唔可以跟住人哋去咁做。我們不可以跟着人家這樣做，但係你要跟住神嘅律法去咁做。但是你要跟着神的律法這樣做。要遵，即係其實3個字都好似嘅。其實3個字都很相似的。意思就係咧，你要遵行住咧呢啲嘅法則去做。就是你要遵行這些法則去做。並且咧第4節係用耶和華嘅簽名咧去結束啦。並且第4節是用耶和華的簽名做一個結束。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他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呢個咧好似我哋叫做 signature seal 咁樣啊。它就好像一個簽章一樣，好似一間公司嘅師，好似李嘉誠咁樣咧。我而家要捐呢個，為咗做呢個 project，咁邊個講㗎？咁就抌一個印。就像我們就李嘉誠，他公司做一個項目，他就在上面簽一個字，蓋一個印。所以咧，凡係依句即係佢咁短嘅説話，後邊抌一個印咧，就代表好有分量啊！呢句説話。這麼短的話裡面，他就放了一個印章裡面，就代表這句話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神咧，喺神國嘅裏邊咧，我哋唔係效法世界，而在神國裡面，我們不是效法世界，而係咧我哋跟住咧神嘅律法去行，而是我們跟着神的律法去行。而第5節就講咗原因啦。而第5節就講了原因了。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說：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活着嘅意思咧係豐盛嘅生命。活着的意思是一個豐盛的生命。就算俾你入到你個 Promised Land 迦南地應許之地都好，就像你進到你的應許之地迦南地也好，你若唔遵守呢啲律法嘅時候，你若不遵行這些律法，你咧就唔能夠活着啦，你就沒有辦法活着了，你就唔能夠進入豐盛嘅生命，你就不能夠有一個豐盛的生命。今日咧呢度講緊性嘅文化，今天講到一個性的文化，我哋記得咧喺約瑟嘅故事，我們記得約瑟的故事，埃及大臣咧波提乏嘅妻子咧勾引約瑟，埃及的大臣波提乏，他的妻子勾引約瑟。我哋會見到咧呢個例子，見到咧當地嘅男女關係咧係好隨便。我們就看到當地的男女關係是很隨便的。一個已婚嘅婦人啦，一個有名望嘅婦人咧，會主動咧去initiate 啦，開始一段性嘅關係。一個有名望的婦人，他就突然之間就開始一段性的關係。咁只不過因為咧約瑟又年輕啦，又貌美啦嚇。不過就是約瑟他又年輕又貌美，所以咧從呢個故事我哋見到埃及地咧嘅情慾咧係橫流嘅。所以我們看到埃及地的情慾是橫流的。迦南地咧亦都唔例外，迦南地也不例外。咁所以咧神咧要我哋咧去分別為聖。所以神要我們分別為聖。今日咧其實都要問下你哋。我們今天也要問大家。接下來咧我哋會講亂倫啦。接下來我們會講亂倫。但係咧其實嗰個重點唔係同即係邊一種嘅不倫關係。不過重點它不是哪一種不倫的關係，而係今日咧我哋有冇俾世界嘅性文化咧？將你吸引過去，而是我們有沒有被這個世界的性文化吸引過去？聖經係古代嘅書，因此咧佢冇明文咁樣講現代嘅性文化。因為聖經是一個古代嘅書，它沒有明文講現代嘅性文化。現代嘅性文化咧，包括hard 同埋 soft 嘅色情資訊啦。而現在嘅性文化就包括 hard 跟 soft 嘅性資訊，軟性嘅軟性嘅色情啦，軟性嘅色情，或者真係咧
正式嘅色情內容啦。或者是正式的色情內容，喺互聯網咧，喺手機上面咧，你唔揾佢咧，佢都會彈出嚟邀請你。在互聯網、在手機，你不找他，他都會自己彈出來吸引你。或者咧，我哋好多交友 App 咧，已經成為咧呢個尋找性伴侶嘅渠道。或是加入 APP，它就成為一個尋找性伴侶的一個渠道。喺呢個嘅婚前性行為咧，根本係正常啦，係合理啦，係人嘅自由啦。婚前性行為，它變成人的自由，一個合理的行為。如果唔發生性行為咧，好似咧呢段關係總係欠缺啲乜嘢。沒有發生性行為，好像一段關係裡面欠缺了什麼。並且好多呢一類嘅性文化咧，其實我哋要苦心自問。而且這一類的性文化，我們要撫心自問。呢個真係埃及同埋迦南地嘅性文化。這個真的是埃及迦南地的性文化。我哋作為咧跟隨神嘅人，我們作為一個跟隨神的人，我哋究竟咧俾埃及定迦南地嘅性文化吸引啦，定係我哋咧看見神律法嘅神聖咧？我們是看到被埃及迦南地的性文化吸引，還是看到神的神聖呢？知唔知道咧？原來我哋跟住神嘅律例去行嘅時候咧，我哋必活着。我們要知道，我們跟着神的律例去行，我們必活着。我哋必得着豐盛嘅生命。我們必得着豐盛的生命。因此咧，呢度唔係講緊人權或者人嘅自由。他這裡不講的是人權人的自由。當世界咧去講你要尊重人嘅自由咧，俾佢作一個 free choice 自由嘅喺性上面作自由嘅選擇。當這個世界講說我們要遵從人的自由，在性的文化上面可以讓人有自由，因為特別係西方文化嘅價值，特別是一個西方文化的價值。但係天國嘅價值唔係咁樣。而天國的價值卻不是這樣。當我哋所謂好似放棄我哋性嘅自由，就講下我們好像我們放棄我們性的自由，但係咧我哋係進入應許嘅時候咧，我哋必定活着。而我們進入應許的時候，我們必定活着，並且咧係活得更豐盛，而且是活得更豐盛。我哋咧接下來咧睇6至67節。我們接下來看6到17節。6至17節咧係講亂倫嘅。6到17節講嘅是亂倫，就係咧防止以色列人咧去進入亂倫嘅關係，就講要防止以色列進入亂倫嘅關係。但係咧呢度有幾點咧，我哋見到點解係呢啲界線係聖潔啦。我們就有幾點看到為什麼這些不是聖潔的。第一樣嘢咧，第6節嗰度講，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他們，我是耶和華。好的，第6節，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他們，我是耶和華。第6節咧係整個亂倫咧嘅主旨嚟嘅。第6節是一個整個亂倫的一個主旨嚟嘅。佢嗰個不可露骨肉之親啦，骨肉同埋骨肉之親嗰個親字咧都係解肉體。不可露骨肉之親的親字都解成肉體，骨肉咧都係解肉體啦。骨肉都也是指也是肉體。所以其實咧佢係講緊不可露骨肉之中嘅骨肉。佢說不可露骨肉之間的骨肉，即係呢個咧就係好似乜嘢 of 乜嘢 law of law king of king song of songs 一樣。佢就講 of 就是 of 什麼 of 這樣。就係咧歌中之歌，萬王之王，就是歌中之歌，萬王之王。咁呢個咧係肉體中嘅肉體，就是肉體中的肉體。就係咧身體本身身體已經好親密啦，但係身體裏邊最親密嘅地方就係你嘅性器官啦。本來身體已經是很親密嘅，可是身體裡面最親密嘅就是你的性器官。所以咧露骨之親的下體咧，就係其實講緊性行為。所以露骨肉之親的下體就是指的是性行為。第6節嗰度咧，第一個字咧係冇翻譯到出嚟嘅。第6節的第一個字是沒有翻譯出來的。佢第一個字就係各位男人。6節的一開始就是各位男人，逗號你們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逗號你們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意思就係咧整個性嘅律例咧係講俾男人聽嘅。而整個性的律例主要是講給男人聽的。佢唔係講俾女人聽嘅。它不是講給女人聽的。咁因為當然本身好多嘅性罪行，即係由古至今都係好不幸地咧，都係男人咧去開始啦，喺呢個數據上。而很多的性罪行在數據上很多都是從男人發起的。並且咧，佢係告誡所有男人啦，所有父親啦、叔父啦、長輩啦，而且還是告誡所有的男人，不管是叔父、父親，你唔好性侵犯你家族嘅女性。他說你不可以性侵犯你家族的女性，唔可以性侵犯你嘅女兒，不可性侵犯你的女兒，唔可以性侵犯你嘅孫女，不可性侵犯你的孫女。侄女、外甥女等等，子女、外孫女等等。呢度咧係告誡緊咧，男人咧，你要保護咧你家中未成年嘅女性。佢就講到男人你要保護家中未成年的女性，
因為咧喺古時嘅社會啦，女性嘅性權咧係屬於男性嘅，因為在古時候，女性的性權是屬於男性的，所以佢係主要咧係講俾男人聽。所以他主要講的是給男人聽的。咁而第二個嘅特點咧，而第二個特點呢？我哋譬如講第7節啦，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羞辱了你父親，他是你的母親，不可露他的下體。第7節，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羞辱你的父親，因為他是你的母親，不可露他的下體。呢度就係講緊兒子咧同母親亂倫，還有講到兒子跟母親亂倫，或者第8節嗰度講咧係兒子同繼母亂倫啦。或者講到第8節就是兒子跟繼母亂倫。咁呢啲以色列人咧都會犯下嘅問題，而這些以色列人都會犯下的問題，好似大衛個兒子咧，押沙龍咧就同大衛嘅妻子咧同房啦。就像大衛的第3個兒子押沙龍，他就跟他的母親同房了。但係咧呢度個重點咧係羞辱了你父親，最重點是羞辱了你的父親。並且咧佢係佢點解會羞辱咗父親呢？並且是他為什麼羞辱了父呢個親呢？第7節講啦，同埋第8節嗰度講。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即本是你父親的下體。第8節說你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點解若兒子咧與母親咧有不倫之嘅關係咧，係會羞辱你父親，並且露咗你父親嘅下體咧？為什麼兒子跟他的繼母有性關係，是羞辱他父親的下體呢？呢度咧其實講緊婚姻嘅聖潔被沾污咗。他講到嘅是婚姻的聖潔被玷污了。因為咧，你入侵咗你父親同母親嘅性關係裏邊。因為你入侵在你父親跟母親嘅性關係裡面。呢個性關係咧，只係二人成為一體，係二人。這個性關係就是兩人。當你咁樣不合法地進入咗嘅時候，當你這個不合法地進入嘅時候，其實咧。你都係露咗你父親嘅下體，你就是露了你父親嘅下體。因為咧，原來喺神嘅眼裏邊，原來在神嘅眼中，當一男一女喺婚姻框架下邊發生性行為，當一男一女在婚姻關係下面發生性行為，佢哋咧彼此身體咧已經冇分界線嘅啦。彼此關係已經是沒有界限嘅。呢個係一個祝福啦，同埋係神。即係神嘅祝福嚟嘅，這是一個祝福，是一個神嘅祝福嚟。但係如果第三者進入呢段婚姻嘅性關係裏邊咧，如果這個第三者進入這個關係裡面，佢就好似佢就入侵咗呢個二人成為一體，就好像入侵了這個二人成為一體。因此咧，縱然呢個兒子咧並冇同父親發生任何嘅關係，縱然這個兒子沒有跟父親發生任何的性關係，喺神眼裏邊咧，你係直接咧露咗父親嘅下體，在神嘅眼中就是你露你父親嘅下體，因為咧你已經係連結咗啦，因為你已經是連結了，因此咧就羞辱咗你嘅父親，因此就羞辱了你的父親。我哋從呢一個眼光睇咧，原來神睇婚姻嘅界線咧係好重視、好嚴謹嘅。所以從這個眼光來看，就是神對婚姻的這個關係是很嚴謹、很聖潔的。呢個咧同現代性文化咧係完全相反。這跟現代的這些性文化是完全的相反。當現代性文化咧，我哋好多流行譬如 SP 啊，你揾一個 sex partner 咁樣。在現代的性文化就好像你找一個性伴侶一樣。咁我同呢個人發生完，咪同嗰人發生咯，係咪先？從跟這個人發生了，就跟另外一個人也發生了。但係原來咧喺神嘅國裏邊咧，呢個係好嚴重嘅事。原來在這個在神的國裡面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原來神創世嘅性咧，只係兩個人嘅事。因為神在創世嘅時候，這個性關係就是兩個人的事情。並冇 sharing 一樣嘢，並冇分享一樣嘢。並沒有分享這件事情。並且原來我哋性冇界線嘅時候咧，你其實就同好多人咧發生咗關係。原來性沒有界限嘅時候，就跟很多人發生關係。並且咧，你直接嘅羞辱咗婚姻。並且你直接羞辱了婚姻。因為咧，呢啲外來嘅性咧係入侵咗去裏邊。因為這些外來嘅性就入侵在這個裡面。呢度咧講到婚姻嘅神聖，就講到婚姻嘅神聖，亦都係點解成個基督教教會咧非常反對婚前性行為。就是為什麼整個基督教的教會，他非常反對婚前性行為。因為呢個咧係違反咗神創造婚姻嘅原創。因為這是違反了神創造婚姻的原創。今日咧，我哋都要問我哋自己。我們今天要問我們自己，一刻你有冇 active 嘅婚前性行為咧？在這一刻，你有沒有還在進行的婚前性行為呢？或者咧，你已經係已婚嘅人士，但係你婚姻以外咧係有性行為嘅？或者是你是已婚的人士，你在婚姻以外有其他的性行為呢？並且咧係發生緊嘅。
並且是還在發生的，可能係辦公室啦，可能係鄰居啦，可能是辦公室，可能是鄰居，或者咧你係交友喺互聯網世界裏邊咧，你係主動尋找婚姻以外嘅性關係。或者在互聯網上面，你是主動的尋找這些性關係。今日咧利未記講得好清楚，今天利未記講得很清楚，你係得罪神，你是得罪神，並且咧你呢個唔係豐盛嘅生命。而且這不是一個豐盛的生命。我哋唔好誤以為人中意做乜嘢就乜嘢嘅自由咧係豐盛嘅生命。我們不要誤以為人想要做什麼他就做什麼，這就是一個豐盛的生命。你咧係行緊世界嘅道路，你是在走世界的道路。聖經講咧，呢啲人咧係要被剪除嘅，聖經說這些人是要被剪除並且的，地咧係要將你吐出嚟嘅。並且地要把你吐出來的。呢個咧我哋要去緊守，這個是我們要謹守的。亦都咧呢度係即係當呢度講緊一啲性關係喺呢個婚姻以外嘅時候，就講到這些性關係在婚姻以外的時候，點解會咁樣發生呢？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除咗情慾發作啦，除了情慾發作，可能係你婚姻嘅性生活係唔滿足，或者是你婚姻的性生活你是不滿足的，你咧先要喺婚姻以外咧尋找性嘅滿足。所以你要在婚姻以外尋找性的滿足。我亦都今日嘅經文咧，亦都係一個時候咧，你哋夫妻咧可以傾下你哋嘅性生活。而且這個經文講到這裡，我想你們夫妻的話也可以談一下自己的性生活。你哋嘅性生活咧係咪滿足？你的性生活是滿足的嗎？你哋咧有冇真係咧？其實性係神一個好大嘅祝福同禮物。其實性是一個神很大的祝福跟禮物來的。今日咧，你哋兩夫妻點樣睇呢份嘅禮物？今天你們兩夫妻是怎麼看這份禮物呢？喺呢份禮物裏邊咧，你哋嘅關係有冇咧更加嘅親密？而在這份禮物裡面，你們兩個人的關係有沒有更加的親密？以至咧你哋情感咧更加嘅親密啦。以至於你們的情感更加的親密。呢個咧就係6至17節咧，佢係講婚姻關係嘅聖潔。就是6到17節講的是婚姻關係的聖潔。我亦都要講咧，迦南同埋即係世界上咧好多婚姻嘅關係裏邊咧，都係一生咗小朋友咧就冇性生活嘅啦。就是在講說世界的性關係裡面，很多人生了小朋友之後就沒有性關係了。或者咧好多人話結婚一開始就好熱情啦，後來咧大家都生活嘅緣故咧都唔再熱情啦。或者是剛開始結婚的時候很熱情，可是因着生活的關係，後來大家就不這麼熱情了。我哋要知道呢個係迦南文化，我們要知道這個是迦南的文化，呢個係埃及文化，這是埃及的文化。神同我哋講咧不可效法。神跟我們說不可效法。我哋冇俾咧現代嘅 work culture 啦，工作嘅文化啦奪走咧婚姻以來應有嘅性關係。我們不要被這些工作的文化奪去我們在婚姻裡面應該有的性關係。我哋反而咧要好似創世記咁樣講咧，我哋二人成為一體係彼此親密。在應該像創世記裡面講嘅說，二人成為一體，彼此親密。呢個咧我哋要去認知嘅。這是我們要去認知的。接下來咧，我哋睇19至23節。接下來我們看19到23節。講完咧亂倫關係之後咧係18至到23節。我們看18到23節。18至23節咧就係其他嘅不倫性關係，講到就是其他的不倫性關係。第18節嗰度講咧，你妻還在的時候，不可另娶他姊妹作對頭，露他的下體。他說：你妻還在的時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做對頭，露他的下體。即係咧一個丈夫咧唔可以同時娶姊妹兩姊妹咧成為妻子，就是一個丈夫不可以同時娶兩姐妹作為妻子，因為咧呢兩姊妹咧會互相嘅妒忌啦。因為這兩姐妹會互相的妒忌，因此咧你就唔能夠得到豐盛嘅生命。因此你就沒有辦法得着豐盛的生命。咁我哋從雅各嘅生命裏邊咧見到呢一個問題啦。我們就從雅各的生命裡面看到這個問題。佢同時咧娶咗拉結同埋利亞，他同時娶了拉結跟利亞，因此咧佢哋就家嘈屋閉啦。佢哋就屋就每日都爭吵。他們就在家裡就每天都吵架。兩姊妹咧用生育咧去比賽啦，去奪去佢老公嘅心啦，要。兩姐妹就用生育來做比賽，奪去她老公嘅心。咁所以呢個都係禁止啦。這都是一個禁止。另外咧有其他，譬如第20節，並且第20節，不可與鄰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與鄰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呢個咧係直接10誡嘅第7同埋第10誡。就是10節的第7跟第10節。就係咧唔可以貪戀別人嘅妻啦，就是不可貪戀別人的妻，亦都唔可以行淫啦，也不可以行淫。呢度咧係講緊婚外情，這講的是婚外情。就係咧我哋婚姻裏邊咧，你係唔可以有婚外情。講到婚姻裡面不可以有婚外情。第21節咧，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與摩洛，也不可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21節，你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於摩洛，也不可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呢度咧係呢一節好特別，因為咧係唯一一節咧神再一次簽名上去。
這一節很特別，就是神再一次在上面簽名。喺咁多嘅性嘅條例裏邊咧，呢一節咧唯一咧係有我是耶和華呢個簽名喺度。而在信的條例裡面，就是唯一裡面就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摩洛咧係亞捫人嘅偶像啦，摩洛是亞捫人的偶像，並且咧佢哋係要用後代咧去用後代經火咧去做一個拜祭。並且他是用後代經火來進行一個祭拜。咁呢個咧其實似拜偶像多過性行為。其實它多是一個像一個拜偶像多過一個性行為。但係如果我哋用舊約嘅 language 去睇嘅時候咧，呢個係一種性嘅行為。但是如果用舊約的經文來看的話，它其實是一種性行為。中文嗰個不可使你的兒女，個兒女咧係解後代或者解 seed，即係精液。不可使你的兒女，它指的是後代或者是精液。即係意思咧喺呢個拜偶像過程咧係需要精液嘅。而且在這個拜祭的過程，它是需要精液的。所以咧唔單止咧係要經火啦，並且咧係要發生性行為咧去做一個敬拜嘅行動啦。不僅是要經火，而且是要發生性行為，當做一個敬拜。而咧當以色列人搬入去迦南地住嘅時候咧，佢哋好容易染上呢個問題。而當以色列人搬進迦南地嘅時候，他們很容易染上這個問題。我哋知道所羅門晚年嘅時候咧，就係有呢個問題啦。我們知道所羅門在晚年嘅時候就有這個問題，因為佢咧好多外邦嘅妻咧就引誘佢咧去拜摩洛，因為他有很多外邦嘅妻就引誘他去拜摩洛。所以呢個同時咧係性同埋咧拜偶像嘅問題，就是性跟拜偶像嘅問題。而咧22節咧就係講同性戀。而22節講嘅是同性戀，不可咧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佢說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苟合嘅意思就係瞓低嘅意思啦。苟合就是一同睡下嘅意思。而23節咧就係講人獸之間嘅不倫關係。23節是講人獸中間嘅不倫關係。佢最後嗰一節嗰度寫咧，即係本是逆性的事。好，最後就說你這本是逆性的事。逆性嘅意思咧就係講扭曲嘅事。逆性的事，它本身就是一個扭曲的事情。就係咧人咧唔尊重神所創造動物同埋人嘅分別。就是人不遵守神創造人跟動物的分別。佢咧做一啲過晒界嘅行為，做了一些過界的行為。咁呢啲全部都係咧不倫嘅關係啦。這些全部都是不倫的關係。最後咧，我哋睇24至到30節。接下來我們看24到30節。呢度咧係總結咗呢啲唔聖潔性關係嘅後果。這些是總結這些不聖潔的性關係的後果。後果咧就係土地被沾污。後果就是地被玷污。呢度咧係講緊一種叫 sexual pollution 性嘅污染。佢講嘅就是一種性的污染。亦都講緊呢一種土地嘅神學。佢講到是一個土地的神學。原來咧人犯罪嘅時候咧，土地咧係會被詛咒嘅。原來人犯罪嘅時候，地會被詛咒的。喺24節嗰度講，在這一切的事上，你們都不可沾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這一切的事上沾污了自己，連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要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他說：在這一切的事情上，你們都不可玷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呢度解釋咧，點解神要殺死迦南七族？這就解釋了神為什麼要殺死迦南七族，或者咧讓未來嘅約書亞咧打仗咧驅走呢一地居住嘅人，或者是約書亞當時候打仗嘅時候，為什麼要驅逐這地嘅居民？因為呢度嘅人咧完全唔遵守神嘅律法。因為這些地嘅人，他完全不守神嘅律法。佢哋嘅罪咧，甚至性嘅罪行咧，已經累積到一個地步。而這些性嘅罪行，甚至累積到一個地步 ，pollute 咗咧呢個迦南地啦，污染了這個迦南地。所以咧第25節嗰度講咧，我要追討那地嘅罪孽。並且又說，這要追討這地的罪孽，而地都要吐出他的居民，而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吐出嘅意思咧係解被擄啦。吐出嘅意思就是指被擄，就係你從此都要漂流咧喺列國列邦嘅裏邊。就是你從此要漂流在列國列邦裡面。所以咧，佢24、25節係解釋點解迦南人會被吐出來啦。所以講到24、25節，就是解釋迦南人為什麼被逐出來。而26、27、28節，而26、27、28節就係警告以色列人
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唔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咧如果你效法咧當地嘅性文化，如果你效法當地的性文化，你嘅命運咧會同迦南一樣。你的命運就跟迦南人一樣。第28節嗰度講，免得你們沾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來，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國民一樣。就是28節，免得你們玷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像吐出在你們之先的國民一樣。就係咧聖潔嘅國民咧，如果要活在呢個地上邊，就是聖潔的國民，如果你要活在這個地上，你就不可效法迦南嘅文化你，就不可效法迦南的文並且要化，遵守我嘅約，並且要遵守我的約，否則咧我就要吐你出嚟，否則我就要把你吐出因為來，地咧已經俾你沾污咗啦，因為地已經被你玷污了，並且咧必從民中剪除。呢而且必從民中剪除。個第29節講， 29節說，就好似咧亞當犯罪嘅時候咧，神就詛咒地土。就像亞當犯罪的時候，神就咒詛地土，人咧就要咧即係汗流滿面咧先得糊口。人就要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原來性嘅罪行咧係好似地土好似有記憶咁樣嘅，原來性的罪行，地就好像有記憶一樣。地有個 spiritual 嘅dimension 啦，有個屬靈嘅部分。地有一個屬靈的一個部分，佢會記得咧呢個土地曾經發生過咩不倫嘅關係。他會記得這個上面它發生過哪些不倫的關而係。當累積到某個地方，呢個地咧就係一個被詛咒嘅土地。而累積到一個程度，這個地就變成一個被咒詛的土地，佢咧就唔能夠咧去昌盛啦，它就沒有辦法昌盛。活喺嗰度嘅人民咧不斷喺罪嘅裏邊。活在那裡的人就不斷地在罪的裡面。我哋見到有啲東南亞國家咧，佢係以 sex tourism 以性旅遊業咧係為名嘅。我們看很多東南亞國家，它是以性旅遊為聞名的。因此咧，我哋見到呢啲國家咧陷喺一個循環嘅裏邊。我們就看到這些國家陷在一個循環裡面，好多咧未成年嘅少女咧要成為咧妓女，很多未成年的少女，她要變成妓女。政府咧亦都係政府表面立法係禁止，但係實際咧係唔執法嘅。政府立法去禁止，可是實際上是不執行的。因為若果你要關閉晒所有妓院嘅時候，關閉這些所謂的妓院的時候，就冇遊客嚟觀光，就沒有遊客來觀光，佢經濟咧就會倒冧，經濟就會倒塌。因為錢嘅緣故咧，佢哋繼續咧讓呢個地方成為咧好多戀童嘅即係戀童癖嘅天堂啦。因為錢的關係，就變成一個戀童癖的天堂。整個國家咧係被詛咒，走唔到出嚟。整個國家是被詛咒走不出來的。今日咧，我哋要首先問下自己，今天我們要先問自己，香港咧並呢方面並冇東南亞咁嚴重。香港這方面並沒有東南亞這些國家這麼嚴重。但係咧，我哋作為聖潔嘅國民，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聖潔的國民，你有冇性癮癖咧？有沒有性癮癖呢？你性上邊咧有冇不由自主嘅行為？在性上面有沒有不由自主的行為呢？可能咧係網上睇色情嘅資訊，可能是在網上看色情的資訊，你手淫啦，或者是手淫或，者嚴重啲，你咧係有婚外情，或者是嚴重一點有婚外情，或者咧你喺拍拖嘅關係、婚姻關係以外咧，你係有性行為或。者是在交往婚姻的關係以外有性。但係你今日咧仍然返教會被牧養，但是你現在仍然回教會被牧養，甚至可能你係服侍神嘅人。甚至你可能是服侍神的人。神咧今日去同你哋去講，神今天在跟我們說，你要聖潔，你要聖潔，因為我係聖潔嘅神。因為我是聖潔的神。神嘅神聖咧係輕慢不得，神的神聖是輕慢不得的。神嘅國裏邊咧係絕對嘅神聖。神的國裡面是絕對的神聖。我哋亦都咧要為香港、為我哋嘅國家啦，為呢個世界去禱告。我們要為這個國家、為香港、為這個世界禱告。性咧已經係一件好尋常嘅事，性已經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人咧已經唔追求咧神嘅聖潔，人已經不追求神的聖潔，但係咧往往咧高舉人嘅自由。但是往往高舉人的自呢由。個地圖咧係沾污咗好多情慾嘅裏邊。這個地圖就曾經在一些很多性的罪行裡面。我哋作為咧神同人中間嘅中保，我們作為神跟人中間的中保，我哋要為呢個地圖咧去代求。我們要為這個地圖代求。我哋調翻轉影響翻呢個地圖嘅性文化，我們要調過來影響這個地的一個性文好化，讓咧神唔係詛咒呢個地方，好讓神不是咒詛這個地方，每個人咧都可以進入豐盛嘅生命，而每個人都可以進入豐盛的生美命，滿嘅婚姻、美滿嘅性生活。美滿的婚姻、美滿的性生活。願神咧祝福佢嘅話語。願神祝福他的話語。主啊，你配得，主啊，你係配得，主啊，你配得所有嘅尊榮權能，配得所有嘅尊榮讚美，主啊，並且你係聖潔嘅，所以神啊，我哋嚟到你面前，主，我哋歌頌你嘅聖潔，主啊，我哋亦都注視你嘅聖潔，主啊，願你恢復我哋，主啊，你讓我哋明白嗱你嘅聖潔，主，我哋多謝你。
你是配的，最配的，配受所有荣耀与全能。你是配的，最配的，配受所有尊荣赞美。再来，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最配的，配受所有荣耀与全能。你是配的，最配的，配受所有尊荣赞美。圣洁主，你坐在宝座上，我敬拜你，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宣扬你是万王之王。圣洁主，圣洁主，你坐在宝座上，我敬拜你，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宣扬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圣洁，你是圣洁，最圣洁，全能耶和华。你是圣洁，最圣洁，昔在永在之主。圣洁，你是圣洁，最圣洁，全能耶和华。你是圣洁，最圣洁，昔在永在之主。圣洁主，圣洁主，你坐在宝座上，我敬拜你，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宣扬你是万王之王。再来，圣洁主，圣洁主，你坐在宝座上，我敬拜你，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宣扬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圣洁，最圣洁，全能耶和华。你是圣洁，最圣洁，昔在永在之主。再来，你是圣洁，你是圣洁，最圣洁，全能耶和华。你是圣洁，最圣洁，昔在永在之主。圣洁主，你坐在宝座上，聖潔嘅主，我敬拜你，我高舉雙手讚美你，我宣揚你是萬王之王。聖潔嘅主，聖潔主，你坐在寶座上，我敬拜你，我高舉雙手讚美你，我宣揚你是萬王之王。
敬拜你，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宣扬你是万王之王。聖潔嘅主，我哋敬拜你。聖潔嘅主，我哋敬拜你。願你坐喺寶座上面，主啊，願你坐喺寶座上面，讓我哋用我哋嘅生命，用我哋嘅心靈，用我哋嘅聖潔去到敬拜我哋嘅神。主啊，今日我哋所有人去到神你嘅面前，當我哋喺利未記第18章嘅裏面，主啊，講到咧好多好多咧情慾上嘅罪。但係你卻一次又一次同以色列人講：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啊，你唔單單咧同以色列人講，主，你今日同我哋呢度每一個人講：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弟兄姊妹，好唔好咧？我哋一齊咧將我哋嘅手放喺我哋嘅心上，我哋將咧呢一個嘅呢句說話咧刻喺我哋嘅心上面。神今日同我哋每一日個人講：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我嘅孩子啊，我係耶和華你哋嘅神。縱然呢，我哋每一個人都喺罪嘅裏面；縱然呢，我哋每一個人呢都會喺罪嘅裏面。但係神啊，你第一句劈頭就同我哋講：我係耶和華你哋嘅神。主係你將呢一個嘅愛放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你讓我哋看見，當你咧講好多咧嘅律例典章，當你講好多嘅罪嘅時候，主啊，你今日咧唔係你嚟撇棄我哋，唔係嚟審判我哋，而係你話俾我哋聽，你提醒我哋，你係我哋嘅神，你願意嘅係我哋進入去神你嘅關係嘅裏面，你願意嘅係我哋同你嘅關係中間毫無難阻。你願意嘅係我哋看見你，你願意嘅係我哋得着從神裏面真正嘅自由。主，你恢復呢一份嘅關係，恢復呢一個嘅關係我哋嘅裏面。主，讓我哋咧進入恢復，讓我哋看見主你。我哋咧為咗我哋嘅心去到禱告，當你好多時候咧，我哋話要去到認罪嘅時候，我哋嘅心係反彈嘅，因為我哋唔想面對我哋生命裏面嘅罪，我哋唔想咧去面對審判。但主啊，你先恢復我哋從神而嚟嘅眼光，主，你讓我哋看見神你嘅眼光。呢刻咧，你唔係用一個嚴厲嘅眼睛望住我哋，主啊，我看見嘅係一個好溫柔、好接納嘅眼光。主啊，你係想包我哋，主啊，你要拯救我哋，主啊，讓我哋先恢復從神而嚟呢份嘅眼光。主啊，我哋看見神你嘅愛喺我哋嘅裏面，主啊，係你嘅愛，主啊，你係你願意我哋同你嗰份冇嘢阻住嘅關係。主，你讓我哋先恢復。呢個時候，我邀請我哋嘅弟兄姊妹，你可以坐喺你嘅位置裏面。
我哋咧先有少少嘅時間。我的心你要唱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我哋喺神愛嘅同在裏面，我哋先去到反思我哋生命裏邊有乜嘢情慾嘅罪，有咩被世界玷污嘅罪，我哋唔自知咧。眼目嘅情慾、分愛嘅性行為，求神光照我哋。我感覺神同我哋講，孩子思想上嘅犯罪，思想上嘅犯罪，雖然你哋冇做，但喺婚姻嘅裏邊，當你想起其他男人或者女人，其實你喺思想上，你已經犯咗罪，雖然你冇做，其實你裏邊已經諗過千百次，婚外情、婚前性行為、上色情網站，甚至係同性戀，好似到咗一個臨界點，好似你就要跳落呢個懸崖裏邊，好似你就要跳落呢堆污水嘅裏邊。我聽到神話，孩子唔好，孩子唔好。快啲回頭轉向我，快啲回頭轉向我。我係聖潔嘅神，我係聖潔嘅神，冇跳落呢灘嘅污水嘅裏邊，因為我住喺你裏邊，孩子，我住喺你裏邊。我能夠感受到你裏面嗰種嘅掙扎，嗰種嘅無奈。你裏面好多孤單寂寞，不能被滿足。孩子，尋找我，尋找就尋見，尋找就尋見。主啊，今日你喺我哋嘅中間，神你今日喺我哋嘅中間，主啊，我哋求你為我哋開到恩典嘅門，好讓我哋嘅罪去神面前去到陳明嘅時候，你赦免我哋嘅罪。
呢個時候咧，我咧邀請我哋嘅同工族長去到咧拆錢去到台前，我哋咧去到為我哋嘅弟兄姊妹去到禱告，我哋可以嚟到台前。我咧邀請我哋嘅弟兄姊妹，當你今日去到神面前，你咧好想將呢啲嘅罪去到神面前去到承認，求神嘅赦免嘅話，我邀請你嚟到台前，去到咧族長同工面前，你咧去到承認你嘅罪，將你嘅罪交俾神。我請呢同工幫我哋熄一個暗燈，我哋咧留返十字架嘅燈。我哋喺最終咧，彷彿就係一個黑暗嘅裏面。大神咧，今天喺呢個黑暗嘅裏面，去造訪我哋，造訪我哋。孩子不用怕，孩子不用怕，勇敢嘅站立嚟到我嘅跟前。我要釋放你，從黑暗、從罪中釋放你得自由。神，你今日要為我哋開一道恩典嘅門，我哋邀請我哋嘅弟兄姊妹，你都去到台前，去到禱告。我哋每一個人裏面一定會有情慾嘅罪。去到神嘅面前，讓神讓你得自由，恢復同神嗰種嘅親密，單單同神嗰種嘅親密，冇嘢再攔咗喺我哋嘅面前。神好想親近我哋，神家開一道恩典嘅門，讓我哋可以出嚟，無論係思想上邊、行為上邊，甚至你裏邊有好多孤單寂寞，好多煩擾，讓你好想去上網、睇電話、追劇，甚至你有同性戀嘅傾向，你冇話俾人聽。而家呢一刻就係一個好嘅機會，你同神嘅關係可以再次更加嘅緊密。甚至我領受當中，我哋在座嘅，我哋網上嘅，我哋有人呢係沉溺喺 phone sex 嘅裏面，你脫離唔到。由最初呢，你想試一試，但係到依家呢，已經係停唔到。又或者當中我哋有人係製作呢一啲色情嘅畫面，你好想賺快錢，但係不經不覺，原來你絆倒好多人，絆倒自己。今天神你邀請你嚟到佢嘅面前。孩子呢，係時候，係時候，嚟到佢嘅跟前，進入呢個恩典之門。
甚至我哋中間有人喺你工作嘅地方，充滿住咧情慾嘅權勢，充滿住咧情慾嘅權勢。你工作裏邊好多人咧就會可能去透過呢啲咧不屬神呢啲情慾咧嘅互動，去到咧揾生意，去一個文化，你咧去默默去到接受，你未必參與其中，但係你咧心入邊咧卻默默嘅接受。喺埃及嘅裏面，喺迦南嘅裏面，我哋咧就融入嗰個文化，求主赦免我哋。甚至我哋好多人中間，你好孤單嘅時候，你會去煲劇。當你咧看見你嗰啲情慾咧嘅畫面嘅時候，你嘅心咧會去尋求。求主赦免我哋，主讓你單單係我哋嘅滿足。求主你赦免我哋。主啊，求你赦免我哋。我哋咧就係容許我哋喺同你關係裏面有其他嘢摻雜。主你赦免我哋咧，我哋玷污我哋自己。喺情慾裏面，我哋玷污我哋自己。主啊，求你嘅恩典喺我哋嘅裏面，讓我哋回轉。主啊，我哋極其需要你。主啊，我哋極其需要你。
神喺今天我哋嚟到你嘅跟前，神係我哋承認我哋自己嘅罪，承認我哋眼目情慾嘅罪，承認我哋心思意念裏面情慾嘅罪，承認我哋容讓我哋同你之間摻雜住唔同嘅情慾嘅罪。神啊，我哋就係嚟到你嘅跟前，承認我哋嘅底，承認我哋嘅不堪，承認我哋自己幫唔到自己。但係神，我今天去感謝你，主要因為你用恩典厚厚嘅托住我哋。主啊，你嘅恩典托住我哋，使到我哋能夠嚟到你嘅面前認罪嘅時候，我哋喺你嘅面前，你扶起我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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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多謝你，讚美你。主啊，並且我奉耶穌基督嘅名，拎起教會俾我做牧者嘅權柄，去為我哋在座當中嘅弟兄姊妹，去除一切因性混亂而嚟嘅羞恥，去除性混亂裏面帶嚟一切嘅混亂。主啊，你讓呢一啲嘅羞恥，呢啲嘅塵埃躲藏黑暗，主啊，喺你嘅裏面被光照出嚟，讓我哋整個嘅生命進入你嘅光明嘅裏面，進入你嘅光明嘅裏面。主啊，你揀選我哋成為你嘅聖潔嘅國度，屬神嘅子民。主啊，今天我哋喺你嘅裏面，我哋不再躲藏黑暗裏面，不再躲藏黑暗裏面，我哋選擇喺你嘅裏面，喺你嘅裏面，好唔好咧？我哋邀請弟兄姊妹咧，我哋一同嘅站立，一同嘅站立。我哋要邀請咧同工咧嚟去幫我哋咧全場咧係開翻呢個嘅燈。因為咧，我哋今天已經不再一樣，喺神嘅面前，我哋嘅罪已經曝光啦。我哋進入神嘅同在，神嘅光中，神嘅光中，神嘅光中。主啊，我哋多謝你，讚美你，我哋一齊咧敬拜我哋嘅神。求你復興我，主，求你復興我。我想請弟兄姊妹都出嚟台前咧。同工會為你哋抹油，佢哋會話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然後咧，你哋唔使翻埋位住，因為我哋會為香港嘅地土嚟到禱告，因為而家我哋係聖潔，我哋可以為香港嚟到禱告。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我哋可以留翻喺台前。當你抹完油嘅時候，Be holy because I, the Lord your God, am holy。請族長同埋同工為佢哋抹油，宣告呢句說話。我將生命獻上，為你而活，為你呼吸。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一生做你聖潔的器皿，一生傳揚。
哋一齊嚟咧舉手為到香港嚟到禱告，為到香港嘅罪嚟到認罪禱告，特別係性嘅罪。當作火祭，以身作你聖潔的器皿。主啊，求你赦免香港一切同性戀嘅罪。係主啊，我哋咧，你去求你，你去赦免香港呢個地土嘅罪。主啊，確保香港咧喺黃色事業嘅裏面係非常之昌盛，甚至咧有好多嘅外勞咧嚟到去香港，好多嘅女士咧你就去賣淫。主啊，我哋求你赦免香港，赦免香港咧，讓香港咧成為一個放蕩嘅地方。主啊，我哋今次咧為到我哋所愛嘅香港，我哋嘅家，我哋嘅城市嚟去舉手向你禱告。主啊，我哋嘅地土要成為聖潔，歸回聖潔，歸回你嘅裏面。主啊，奉你名宣告，地土裏面所有嘅黃色事業，主啊，我求你指住，你指住，你指住。主啊，我哋每一個人咧，我哋捨棄自己嘅私欲，唯有你，唯有你。主啊，並且主啊，我求你去讓呢一啲嘅色情嘅事業者，呢一啲嘅性工作者，主啊，佢哋有其他嘅出路。主啊，佢哋有好多咧都係因為生計冇路走咧嚟走上呢一個嘅黃色事業。但係主啊，我哋呼求你，你憐憫佢哋。主啊，你為佢哋開一道新嘅門，開一道新嘅門。主啊，讓佢哋可以歸回你嘅裏邊，被你揀選成為聖潔嘅國度。主啊，你當日你識得點樣讓拉合咧，佢脫離咗呢個性工作者，成為祝福以色列民嘅人。主啊，我哋奉你名宣告，性工作者都要咧嚟去俾你今日去揀選，脫離所有嘅罪，脫離所有嘅罪。主啊，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因為你係又真又活嘅神，你就係道路、真理、生命，你係香港嘅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我哋一齊嚟到按手喺呢個地土嘅裏邊。主啊，你話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自己，連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主啊，當我哋按手喺呢個地土嘅時候，主啊，我哋宣告，因着我哋嘅認罪，香港呢個地土被潔淨啦，被潔淨啦，而且你都唔追討我哋嘅罪啊！主啊，我哋住喺其上嘅香港居民，主啊，我哋亦都咧能夠持守我哋嘅聖潔，離開一切情慾嘅罪。主啊，求你親自嘅嚟到幫助我哋每一個持守喺你嘅聖潔嘅裏邊，繼續為呢個地土嘅罪孽嚟到禱告，以致香港居民能夠安居於此地。主啊，求你親自嘅嚟到幫助我哋每一個。主啊，我哋多謝你，讚美你。主啊，我哋宣告，主啊，我哋要繼續為香港呢個地土祈禱，六一教會要繼續為香港呢個地土祈禱。主啊，願全香港嘅教會亦都為到香港呢個地土嚟到禱告。主啊，我哋要堅守聖潔嘅婚姻。主啊，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我哋感謝耶穌，哈利路亞。有我哋咧一齊咧去到神嘅面前啊，邀請咧 Ann 族長為我哋祝福。親愛嘅主耶穌咧，你係聖潔嘅，我哋就係你嘅子民，你讓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聖潔。我哋今日大大嘅嚟到去感謝讚美你，願神嘅祝福大大臨到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嘅身上，讓我哋每一個都成為聖潔嘅國度，讓我哋成為你屬神嘅子民。我哋咧為你去到行到出去嘅時候咧，整個嘅香港都唔一樣。我哋感謝你讚美你，禱告奉主名求，阿們。